后来乡亲啊，有一种生物比恐龙活伫咧地球的时间还阁较早，已经超过4亿年了。伊叫做鱟。台湾伫咧澎湖、金门甲嘉义布地，拢有机会来看到因的身影。这个澎湖海生研究中心甲台电，伫咧乌西海峡放流着500尾这个鱼仔仔，因为这个所在真适合因来生长。附近的村民嘛真帮忙，希望放流大海，会当互这个鱟的族群更加丰富。 伫海边有一只活化石，你敢有发现？壳真长，阁有尖角，尾仔阁长长。这款生物叫鱟，伫地球生存已经超过4亿年。管仔底半透明，拢是这款鱟的囝，真细只，比真甲搁较细。但用水桶底咧，赶去到海边啊要放流。摕这500只的鱟要找新厝。水边那边也可以。那得一直修啊，对啊。它有很多的天敌，所以它必须让它藏到沙子里面去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离开。 就惊讲做袂工，就要看这鱟藏好了后，人才会离开。这款鱟伫地球存活的时间，恐惊比恐龙还阁较早。一般甲叫做活化石，嘛能叫做是更开鱼。伊的卵是从鸟仔食去，伊的血是蓝色的，有铜离子，会使用来检测药物甲疫苗。这嘛是环境敢有受到污染的重要指标。 随地可见这个野生的鱟啊，那表示它的原生栖地保存得非常的完整，而且这边村民的海洋保育的意识非常的好。今仔上一节真珍贵的海洋生命课程，透过公部门甲在地民众的合作，做伙来保护这款真珍贵的生物。